後來針對美國加工的馬鈴薯進口台灣，政府是放寬着規定，打來布藝的馬鈴薯唔免擱規批來體溫，是要改離海關一粒一粒來檢查。但是國民黨的立委提出着質疑，講台灣每一年為美國進口的馬鈴薯有5億粒，是要安怎一粒一粒檢查呢？衛福部講，食藥署對馬鈴薯的檢驗標準攏無改變，以2%到10%來抽驗。講農業部若看到馬鈴薯布藝，會針對布藝迄批一粒一粒來檢驗。馬鈴薯用煎的，無論講是切角切片，這是真濟人愛食的料理。咱台灣人愛食馬鈴薯，不過咱對美國進口的加工的馬鈴薯，要另外定檢疫的新規定。立法院嘛，因為安尼開馬鈴薯抽驗的專案報告。我們一年哦，從美國進口5億顆啦，5億顆，那有多少人可以去抽檢？有多少人可以去檢查？有辦法5億顆都看過嗎？這我不相信啊！在檢疫的部分呢，我們是針對3樣啦，一個就是說你這個進來，你有沒有8種病蟲害？第二個有沒有帶土？第三，你有沒有發芽？公黨立委質疑檢驗的量能，因為依照舊的制度是採取量開檢的零容穩，若是講馬鈴薯布院超過5米呢，就會規批攏體溫。新規定是依照國際規定取消5米的限制，不過佇海關發現了，就要送到加工廠，將局部法院也是爛起所在除掉，規粒馬鈴薯量開檢，袂使超過200 ppm， 這個日本攏同款。根據我們的模式啊，就是2%到10%，這個是固定的。農業部他們那邊如果有看到有這個發芽部分，他們有可能針對那一批，他們會去做逐顆檢驗。我們是雙重把關，一定是以食安第一。另外，國民黨立委嘛關心馬鈴薯吸普芬相關的檢驗標準。技術馬鈴薯要塗靠普芬這個東西，但是我們卻高於歐盟的這個標準是150倍。這個其實都107年定下來的，那跟其他雖然歐盟是0.2，但是美國、日本都是30。我擔心的是，我們現在大量。台灣放寬美國加工馬鈴薯進口的規範，防檢署強調講，檢驗標準甲國產的攏同款，不過是一個進口後會確實去顧馬鈴薯議題，今麥已經引起朝野對食安的論戰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